馬太福音18、19節咁樣講到，耶穌講係講你兩沙在世間裏合作同意，一條心禱告，你討買東西，上帝能夠答應本你，天父能夠答應本切家，阿沙切家兩公婆合作同心禱告，所以呢，這個嘅家庭度呢，係講你多吵鬧。多相拗，多發上世間啦，多拗嚟拗去家庭度啦，家庭度係五顆合，多吵鬧，即個做生意都唔得五道福，做生意都唔冇心上，係嘛？做馬計都唔冇心上，係講是家庭度五顆合，係講家庭度顆合同一熱心，禱告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上帝祝福自家。呢個馬太福音18至20節咁樣講到。阿妹啲要兩三隻人強下合作禱告，上帝要才是個重點嘅。嗱，係講兄弟姊妹要合作，強下嚟禱告，強下嚟讚美主，上帝要才嘅。係講上帝要才嘅，而家統籌嚟講啦，祝福是個最好嘅恩典。你祝福你做條路順順利利，祝福你做工作要身體健康。阿門。